為什麼李飛飛被譽為 AI 教母？這要從一場席捲全球科學界的至暗時刻講起。21世紀初，全球的科學精英們陷入了算法的囚牢，他們試圖通過無盡的公式推演去提升 AI 性能，但結果令人絕望，性能提升微乎其微，每年可能僅有0.01%，這是一場理論的盛宴，卻導致了現實的癱瘓。算法一旦脫離特定實驗室場景，便徹底失效。AI 陷入了漫長的寒冬。就在所有人都絕望時，李飛飛以一句外行之言點燃了火種。他提出了一個震撼的比喻：如果你們想做飛機，不應該只研究公式，而應該先去看看鳥是怎麼飛的。他看清了問題的本質。人類認知的核心是經驗積累，而非公式推導。於是他做了一件讓學術界大跌眼鏡的笨活，人工整理了1400萬張圖片，構築了 AI 的數據基石。ImageNet 當時的精英覺得這毫無學術美感，但正是這1400萬個真實世界的樣本，在2012年徹底擊碎了 AI 寒冬。從那天起 ，AI 的閘門徹底打開。黃仁勳意識到，他的高性能 GPU 終於有了用武之地。OpenAI 的後輩們發現，只要數據足夠多，算力夠強，機器真的能產生智能。李飛飛被譽為教母，是因為他在最黑暗的時刻，為人類找到了邁向未來的方向。為什麼李飛飛能提出這種顛覆性的問題？這源於他非工業化的成長經歷。李飛飛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，但他的父母卻從不計劃。父親不在意成績，更在意他是否對世界保持好奇，常帶他拆解物件、觀察自然。母親作為教師，卻允許他大量閱讀哲學、文學等閒書。這種教育在當時不被學校認可，卻保住了他最珍貴的能力，在沒有標準答案時，依然願意思考問題本身。15歲移民美國後，他從中產跌入底層，長期睡在廚房過渡，靠字典逐字完成作業。但這種困境反而磨了他的自學能力。在普林斯頓，他選擇了不現實的物理系，因為他更關心世界的底層規律，而非短期回報。在加州理工攻讀博士時，他敏銳地發現，學界都在捐模型，卻忽略了人類認知並非來自複雜規則，而是源於對真實世界經驗的長期積累。這就是 ImageNet 的靈魂來源，不是數學，是生活。李飛飛的故事給了今天的教育一個最深刻的警示：教育的本質不是訓練算法，而是積累數據。構建底層認知，而非刷題技巧。就像李飛飛認為 share 的關鍵在於 ImageNet 的樣本一樣，真正的教育不是讓孩子掌握一套標準解題公式。缺乏豐富閱歷數據的大腦，無論解題技巧算法多麼精巧，都無法真正理解這個複雜的世界。從尋找最優解轉向重新定義問題，應試教育培養的是執行者，在既定規則內做到最好；而李飛飛式的教育培養的是破局者，真正的精英，不是在考卷上永遠選對 A、B、C、D 的人，而是那個能發現考卷之外還有 E 選項的人。在 AI 時代，最不值錢的是背標準答案，最珍貴的是提出對的問題。彩蛋：如何為孩子構建 ImageNet 式成長？很多家長問：我們能複製李飛飛的成功嗎？其實，李飛飛的父母只做對了3件事，這也是我們每個家庭都能參考的非工業化育兒清單。第一，建立狀數據庫，不要只給孩子看標準答案和精美畫冊，帶他去大自然，去菜市場，
去工廠廢墟，那些看似混亂、雜多、無效的真實體驗，才是孩子大腦中最珍貴的底層數據。第二，保護無目的的好奇，像李飛飛的父親那樣，允許孩子去拆解一個鬧鐘，觀察一場螞蟻搬家。當孩子在幹這些沒意義的事情時，他其實是在構建對世界運作規律的直覺。這種直覺，你永遠學不會。第三，做非現實的選擇。當所有人都在追逐當下的熱點和高薪時，支持孩子去探索那些看似無用但支撐世界的底層學科。李飛飛選擇物理和 AI 視覺時，他們都是冷門。